前较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受东北季风影响，花莲的海影真大。昨下晡3点外，有4个高中生烧酒去花莲北边公园耍水，其中有一个姓陈的高中生，被海影渗到肚水失踪去。警消进行陆海空找找，因过风影伤大，救人较困难，甲当还未找到人。救生船伫咧海面上来回。花边有真侪人伫咧找。礼拜下昼3点外，4位高中生烧酒去花莲的北边公园耍水，其中一位姓陈的查甫同学无顺利跋海水的人失踪，其他的人赶紧报警。10个人来，2个人下去哦。那他是怎么了？他是抽筋还是怎么样吗？就都没有，就只是站在那边，然后水太大就被冲。受东北季风影响，花莲市附近的海域风险正大。救援人员要落去水的找人有困难度。美仑溪北边出海口海水正落，看袂清楚，影响救援的行动。所以警消时海陆空拢总动员，希望把握黄金72点钟久。落水人就是跟同行有人在这边玩水，那1员不慎落入海中。那其他3员的部分呢，就是立即跟我们报案了。但是报案的时候，他已经下沉了，人员已经下沉，所以在搜索的方面就比较不容易。气象局讲，伫礼拜花东地区沿海阵风有8级到10级，附近的应悬3公尺到4公尺。因为入暗了后，风险愈来愈强，船艇先暂停搜索，但天光才继续找人。划船人员继续用探照灯加手电伫岸边找人，无放弃任何希望。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不幸是新北市双溪虎霸潭意外，河溪水冲去的2个大人4个囡仔，昨昏已经找到4个遗体，还佫有2个囡仔还未找到。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指示讲，希望把握黄金72点钟，赶紧找到其他的失踪者。新北双溪虎霸潭昨日一个亲子自然体验营，因为雨伤大回头，半路溪水涨起来，2个大人4个囡仔被水冲去。搜救人员继续伫咧双溪6号桥块河边找人，搜救船也伫咧河边找。搜救非常困难。今天一早天一亮，我们动用了256个警消同仁，以及还有15艘的救生艇、5台空拍机，都希望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有机会抢救到生还者。潜水重装的在那边整装了，等一下到这个深潭下面，会下去搜索，因为怀疑说疑似这边会有受难者会卡住。17早起7点外，伫桥骹找到45岁姓张的查甫人，发现时阵无喘过心跳，紧急送病院也是救袂大。点半钟了，伫咧厝角溪找到9岁姓蔡的查某囡仔。2点钟了，伫6号桥下楼100公尺的所在找到11岁姓刘的查甫囡仔。他就是身体没有任何披露嘛，那我们就是以我们的衣服服装，然后将它包起来之后，然后我们用上肩的方式，因为他那个地方山路攻上来比较不好走，他很怕说会去撞到他。17中昼，搜救人员伫咧6号桥下楼差不多400公尺的倒花，发现失踪的姓陈的查甫人已经无生命现象。警消用塑化过河，将伊送到正化。随风分局昨通知天台电信公司的董事、市长的男子、县道的女子加股东，带队的苏老师应讯。信后2位董事请回，苏老师暗时移送地检署复讯。信后依照过失致死罪嫌裁定20万交保，并且限制断估。记者综合报道。若即3意外出代志的6个人，因拢是台北市民。台北市政府嘛有成立关怀小组斗3工。若举办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是一个伫面册顶头招人客、带民众去体验大自然的公司。调查发现，这个业者毋是旅行社嘛，毋是补习班，对营业登记到活动的安全设备拢有争议。公司的财产即马已经先行冻结啦。新北市有亲族团体去新北市双溪区虎霸潭佚佗，拄着做大水，那帮予大水冲走。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指出，若负责拢伫台北市已经成立关怀小组，消费局也要进行一个个案一个社工，展开关怀高主记禁止业者变更登记资料。无论是负责人的变更等等，已经注记禁止变更。第二个呢，我们会循
法律的这个程序呢，来进行他的一个财产冻结他的财产。好，那第三个呢，我们进行相关的理清之后，会来要求业者对这个事情该负起的刑事的责任以及相关赔偿的责任。对查主办单位面册大方体验自然，大部分是学生户外体验的画面，强调以大自然做教室。不过即马已经关起来，佫顺线找到创办人的活动网页，电话式行户，佫去公司登记的地址，得到的煞是管理员讲无这间公司。就107年的11月7号，有迁移到台北市这边。那也有做一些负责人变更为当文献，营业的地方其实是可以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在别的地方。那至于说他有没有办理签字，我们礼拜一会再去做确认。一来呢，就是有可能呢，因为是涉及到小朋友，所以呢是教育局，可能又是有商业行为，所以呢涉及到商业处，或者是说有可能是因为有透过那个旅行社带团，所以说是不是旅行社要去做一个负责？其实现在就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事发了后，经过一暝，主办单位发出声明，表示真不幸发生这代志，也继续处理当中，请大家为因祈祷。支持每一样青大自然体验区家长负责所发生安尼代志，相关责任也阁爱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透早受东北风的影响，各地天气拢较凉。咱来看温度。今日早起到拜四早起，水气会略略减少，温度嘛小可回升。也毋过伫北台湾早暗共款较凉。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宜兰甲新北，共款拢是18度1，这是入秋以来上低温。若日时开始，东北风减弱，温度会回升，水气嘛减少。甘那村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有局部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中部的山区甲南部会有雷阵雨。嘛要提醒乡亲，拜四下晡各具方面会落南，北部、东北部又搁会落雨，温度嘛会下降。虽然冷空气无前一波遐尔强，也毋过落雨的范围会较宽。苗栗以北、东北部、东部拢会落雨，中部的山区嘛会落地渐雨，北台湾又搁会转凉冷。拜日24了后，气温会慢步来回升，不过回温的幅度有限。中部以北短时间内未阁出现30度的高温，所来预计到礼拜5左右会阁有一波东北风报道。虽然强度无强，也毋过水汽会较多。这方面的东北部地区更加爱注意连续落雨速度来影响。预期会，但是不会那么大，是时晴时雨，不会是整天都下雨。等于是说，像类似这种东北风影响台湾的天气已经开始了，宣告了，所以跟夏天的那种形态已经暂时告一段落。气象专家分析，今年秋天虽然凉较慢，也毋过即阵综合各个预测的资料，冬季的天气可能受到反性影的影响较大，表示讲赤道海温是较低，北半球的冬天温度可能比平均带来较低，台湾也可能会是低温的寒冬。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高雄盐埕城中城大楼第14半暝火烧厝，造成46个人死亡。内底有一个细块的死者伫1楼房发现，为什么走不出来？风声讲是因为伊互伊的兄哥锁伫内底，因为伊啉烧酒了后会较怒，惊会闹事，所以伊阿兄拢会甲锁伫内底。这阿兄即马嘛互医生发办，互检方叫去问话，尾也是免交保请回。高雄地检署讲，14案发迄天就已经发现火灾的死者拢伫咧7楼以上，只个那4个查甫人尸体拢烧甲臭焦，倒伫咧1楼。以现场的状况看，1楼要走应该无困难，就算是人困甲正路面，也无可能拢无要走，烧甲规个臭焦。所以决定要解剖尸体，伫过灯间完成解剖的程序。有死者的朋友讲，死者下班了，互因大兄反锁伫咧1楼大所在，无法度走。警方伫咧17约谈死者的大兄甲朋友，伫信号沟上请检察官核实。针对媒体报道，许姓兄弟在这个火灾现场，疑似有这个将房门上锁，导致来不及逃生的状况。目前警方正主动积极侦查当中，相关的细节我们将会逐一厘清。死者伫咧做清洁工。啉酒了正欢，常常闹事，所以兄弟2个人讲好，每暗大兄家己锁伫咧城中城1楼茶房隔间的房间内，食暗顿的时阵，大兄也会送饭去互伊食。到日时，大兄才去开门，互小弟出去上班。会不会觉得很冤枉？那是有原因的啦，我跟警方说明了。
检察官伫咧讯后认为，死者大兄姓柯的被告有过失致死的罪嫌，不过考虑到被告已经交代规个完整的过程，无羁押的理由，而且死者普通时拢是被告伫咧照顾，提供伊大的所在加经济来源，带念两个人的兄弟情，所以该请回。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城中城大火上尾两个身份不明的罹难者，昨昏已经确认身份，有通知亲人甲遗体领回去。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长苏贞昌伫昨早嘛有去慰问家属，探视受伤的民众，嘛强调讲政府会清点全国的旧大楼，了解敢有危险，避免这款悲剧搁发生。副总统赖清德礼拜四起在高雄市长陈其迈陪同下到灵堂念香慰问家属。城中城最后第4天，最后2名因为遗体毁损严重、身份不明的罹难者，经过相关的比对，将有确认身份，应通知家属来领回。DNA 的这个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比对大概都已经完成那有2位陆配那经雇主跟朋友的指认。城中城大火造成46人罹难，不过大楼40年前摕到使用执照时，7楼甲11楼登记用途是办公室，甲即阵无变更。民意代表质疑市府放任大楼违规甲办公室改建成做主体。对此，工务局回应，大楼符合2011年通过高雄市建筑物免变更使用执照办法，所以就无需要变更用途，也是办理公安的申报。办公室如果现在变成住宅，它是免变更使用执照，因为它的使用强度呢是。住宅是比这个办公室低，所以根据这个办法呢，它目前呢是可以做住宅使用。大火造成多人的死伤，也烧出老旧大楼公安的问题。高雄这3天客栈限贷34栋老旧的大楼，要求限期移除安全梯，也有通道的闸尾，也是舒适的闸门顶，并且专案补助大楼改善消防设备。行政院长苏贞昌中昼来到灵堂第2进前，也支持各部会甲地方来合作，全面客栈老旧的建筑公安消防协助改善加强管理。那大楼有马上危险，嘛要妥善安置照顾相关主体落实民众。记者综合报道。开向市，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2021国际唱机节昨昏伫日本举行第8届国际冠军战，咱台湾16岁的高中生张景鼎赢中国的对手，摕到世界冠军。来看《联合报》，《联合报》有做民调，结果是显示讲，民众也是认为两岸的军事、政治、外交拢是偏向敌对做对头的状态。敢若伫经济贸易、民间社会的互动有较温和。针对总统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满意比例有4成，若无满意比例有4成8。来看《中国时报》，民进党的立委蔡适应等21个人，即马是提案要修改军事教育条例第8条，要要求军校的校长、副校长、教育长拢爱比照教育人员任用条例，甲用文字。国民党的立委即马是支持民进党开偏门，要予政治力导入去群中。来关心昨昏，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咱要继续维持2级警戒到11月初1。若毋过挂嘴暗的规定，即马有小可放零。对明仔载拜日开始，民众伫室外运动，也是翕相，也是伫室内食物件，有保持社交距离，拢会使暂时甲嘴暗摕落来。指挥中心宣布，10月19开始到11月初1，维持2级防疫警戒。无特定8大行业依然是关门，不过挂嘴暗有条件放零。伫户外运动时阵，甲室内室外翕相，农林渔牧工作者伫空旷所在工作，应免挂嘴暗。民众伫山林、海边活动，若维持社交距离，也免挂嘴暗。伫出外有食物件需求，应甲无特定对象保持社交距离。也有伫指挥中心核可的用餐区，应暂时将嘴暗摕落来。从事室外的运动，那只要是说它本身没有症状，而且与不特定的对象可以维持社交距离，那都可以在运动的时候把口罩拿下来。至于在休息的时候，那还是要把它戴上。指挥中心表示，若是伫有主管机关定出的场所特别指引的所在，也是以指引为主，比如伫 KTV， 也是专定挂嘴暗。即摆放任挂嘴暗，也无适用伫录影、放暗直播，或者是销售鸦片。疫苗到会也愈来愈侪，指挥中心表示，最近也有真侪抢牌疫苗到会，有机会伫11月开放，一般民众做2剂无共款牌做疫苗。
怎么样来开放？那当然看这个进货的一个情况。那11月当然有混打的可能性是增高。 国内第一期疫苗注射率已经超过6成，不过指挥中心表示，国内第2期疫苗注射率只有22.01%，也无降级的条件。台中市17公布增加 AZ 疫苗第4期死亡个案一例，台中市 AZ 疫苗了后死亡通报个案有100人。指挥中心回应，注疫苗了后的死亡通报数量，按比对各县市自然议会范围，目前台中无较侪死亡个案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该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4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90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337例，中国的病例有96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1万例。 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45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844万例，伫法国是超过718万例。来关心海地、乌岛绑票17个外国人，内底有传教士，嘛有传教士的家属。 海地人权团体是呼吁讲爱赶紧放人。美国国务院即马嘛有加入抢救，嘛有发出声明讲已经掌握状况，也毋过要安怎处理，无法度对外说明。海地首都太子港有民众听讲有一名传教士被绑票。 li pas bon pour nous, li fait sur nous-mêmes qui fait trafic moto a, et moun pas prendre la rue, nous pas joindre moun pour nous voter. Nous avons madame, nous avons petite, nous avons 4-5 petites, nous avons responsable, nous avons foyer. 这名传教士是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宗教团体，因所属的教会讲，这个团有16位美国公民，1位加拿大公民，分别是5个查甫、7个查某加5个囡仔。消息来源讲，因是伫咧访问太子港以东30公里的一间孤儿刷了后，转来半路，和一个名叫做400万货罪乌帮绑票。海地当局讲已经开始调查，伫过去几个月400万货罪，定定伫咧太子港加东明尼加共和国边境附近掠人抢劫。因作案的手法拢是伫咧路边甲车砸来，掠人绑票，历史赎金是海地人年收入的几落倍。Sur le point de sécurité, nous mettons zéro. Parce que presque tout Haïtien vient faire pays à l'on puis courir. 太子港非营利的人权分析加研究中心主任吉恩讲，警方根本无在调对抗这款恶毒和帮派组织，势力地盘愈来愈大。今年4月，400万货座才掠走10个人，其中包括2位法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间关20几天才放人。根据这个中心的统计，敢若今年1月到3月就发生超过600件绑票案，比去年同期231件增加真多。美国国务院讲已经掌握状况。也毋过无法度讲详细内容。伫海外美国公民的福利甲安全是美国国务院相关顶级优先事项。都在多南的海地，今年8月大地震，超过2200人死亡。7月总统摩伊士互人暗杀身亡。规个国家10几年来天灾人祸，国家的经济一直拢正歹，民众的生活正艰苦，治安阁正歹。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有一个阿富汗的查某囡仔，在伊宠物一只鸟仔加灵鸟被逃亡去海外，也毋过因为鸟仔检疫的问题，无法度带伊去法国，互这个囡仔是好甲真伤心。伫边协助阿富汗难民疏散的法国驻阿联大使，看到这个过程了后，即马决定要收养这只鸟仔。即马这只加灵鸟已经成做大使馆的吉祥物。这只家庭手指看到青云人一直用法国话拍招呼。事实上，一个月之前，伊连一句法国话拢袂晓讲。阿富汗武装组织塔利班掌控当地政权了后，互真侪在地人拢逃离。当时有一个不满20岁查某囡仔，用纸箱炸伊的宠物，一只家式的家庭，想要伫法国铁桥邦机的中转站阿连达夫拉空军基地要去法国，毋过因为卫生因素，这只家庭无法度登机。互这查某囡仔是一直靠最后互协助铁力工作的法国驻阿联大使夏特尔看到。决定收养这只家庭。 So I came to her and I told her, look,
I'm going to take care of the bird. Just tell me his name. Just tell me what he eats, and I'll bring him to the French residence. 夏特尔收养酒治了后，唔知伊会讲话，一直甲伊同事甲伊讲酒治会讲话了后，伊想要甲酒治讲话，还佫闹出真侪好笑的代志。 So I would come to see him and, just for a few minutes, tell him bonjour, bonjour, and he was not cooperative at all because I realized that he dislikes men. He likes only women. He was raised by a woman. 为收养酒治开始，夏特尔就会伫社群网站推特记录酒治的成长。伊原本的主人佮透过推特甲夏特尔联络着，了解酒治的状况。And she even told me something which still remains with me, which is that in this evacuation she had lost everything. She had lost her country, she had lost her house, she had lost her life. But the fact that the bird was still alive, that he was well looked after, was something which gave her faith and hope to start again. 克库大使夏特尔认为，为阿富汗逃离故乡的人，拢是不得已被迫离开亲人的人。大部分因为成功脱离了后，出现无带亲人斗阵离开的罪恶感，较少有机会。伊会互酒治回去原来主人身躯边，加做新的人生精神寄托。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伊朗核协议谈判伫停止4个月以后，伊朗的官方是表示愿意伫1礼拜四伫比利时恢复谈判，不过后面各大也未表达意见。来关心谈判的影子游戏，即摆伫全世界抢红。不过有一寡暴力的画面是引起模仿的热潮。英国区议会建议唔通互囡仔看这出戏。来关心印度西南部克拉拉省连续落大水雨，造成水崩山。 知影已经上无有造成25个人死亡，也有侪人失踪。军方即马已经出动救援。另外，伫咱皮湖附近的海域，昨昏有一只巴拿马的货轮袂顶袂动，扑扑沉沉，失去动力。因为海涌伤大，船顶有14个船员嘛等待救援。相关单位是赶紧出动直升机，分2摆吊挂，顺利将这14个人救出来。 巴拿马一艘货船伫咧平湖吉贝海峡浮浮沉沉，真危险。海巡署第13巡防区指挥部第17透早接到平湖信号台通报，吉贝海峡一带巴拿马一艘货船，敢若是机械故障无动力，修袂好，因为风景愈来愈大，真危险。船顶的14位船员决定要放弃船救生，请海巡署斗相共。 因为现场风力8级到9级，阵风11级，应源6公尺，海上正歹。相关单位随成立紧急应变中心，整合环海空3方的救援能量，紧急申请无人空政机吊挂救人。虽然风正透，无人空政机游完伫下昼4点12分。 甲14位船员拢吊挂到飞机顶，安全送到马京机场，由疾管署马京办公室对船员做 PCR 检测。海巡署讲，第13巡防区指挥部已经统合海上甲华际应变兵力，继续注意油污甲船体移除应变。所落来处理拢配合航港局甲海保署进行监控。也讲，若是有民众发现海难危急事件，会当靠海巡118不法专线通报。 记者综合报道。自从海警活动放入防疫规定了后，就定出现违规，无就是出现意外。亲像昨昏屏东的小琉球，有8个呛水的民众，因为体力无够，互海流带出去外海，加在拄着海巡，甲因拢总救回来。另外，垦丁嘛有一寡游客会伫旁船就跳水，不过这是违法的。 本来呛水的人伫海面上抱一个一个，海巡署巡防艇发现了后，赶紧挖军献出救生裤，甲人救起来。这尾呛水的人拜六中昼伫屏东的小琉球、美林东山坡，家己落水去呛水，结果因为体力无够，对着海流一直跳出去。海巡人员从远处发现有人招手，立即靠近将潜客救援至巡防艇上，并安全载返三福安检所，请安检所人员协助处置。经检查，这8名潜水客均无受伤。 加在有海巡人员拄好经过，结束8人一场海上行行，若无效果是不堪设想。海巡队也提醒游客，过来呛水一定要注意当地海流及环境的变化，以免发生危险。
另外，对水上活动解除禁令了后，各地水域假日四界拢是人，所以讲也出现袂少的乱象。本来游客徛伫个尊鹏礁顶面跳落去，违规跳水过程，互当地民众拢落起来。尊鹏礁是垦丁的地标之一，依法是禁止爬进去，确实有游客走来追求刺激，唔知下面有暗藏危机。长安石因为是珊瑚礁所形成的地形，尤其在水面下，其实有相当多的锐利的礁岩，从事这样的行为，其实会有一些影响安全的疑虑。垦丁明明有真侪水上活动，确实总有人疑要违法来跳水，当地民众呼吁应该加强来处理。空管处也表示，违法爬去尊鹏礁来跳水，依照国家公园法刑罚3000块的损伤对查，对跳水的游客来开罚。记者综合报道。华山大草埔分尸案，伫今年9月份的时，高等法院经一审是医治被告陈碧谦无期徒刑，不过这互死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认为凶手无忏悔、无告怀可能。昨下晡，死者的家属是登去到司法现场举办追思会，嘛拜托法官爱互凶手判死刑。为高小姐默哀1分钟。追诉会开始进行，全程默哀1分钟，因为3年前就伫华山大草埔遮发生互社会正着紧的华山分尸案，搁当个这上险的所在，死者家属正需要勇气，不过因要表达对法院判决的不满。谢谢你们，当我踏进这个地方，我心情是百感交集，也回到我的伤心地。我没想那个情景，我女儿在这个地方被那个杀人凶手这样切跟割，我想到心都好痛。可是我们法院竟然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公道。他还说他出狱以后要出一本杀人魔的告白回忆录，来赚第一桶金。这种人叫做可教化。3年官司，死者家属质疑被告陈碧谦根本无后悔，也无告怀可能。伊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改判无期徒刑。高等法院经一审维持无期徒刑，都因为安尼理由。本院经审酌最高法院针对科处死刑应考量之相关实务见解，以及本院委托台湾司法心理学会所制作之心理鉴定报告，给被告矫正治疗。本院就被告上开所犯强制性交而故意杀害被害人部分，仅能选择量处无期徒刑。死者家属无法度接受经一审判决无期徒刑，认为这是对因的制度伤害。17下晡登甲司法地办追思会，参加人拢绑黄丝带、献白玫瑰，以行动支持家属，希望因有正义公平。记者综合报道。谢谢你们。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屏东旭海观音片自然保留区已经成立10冬。今年屏东县政府有发布一条新的保留区的管理要点，要甲在地的原住民同齐经营甲管理，嘛要听地方的声音，希望会当找出一条兼顾环保甲发展新的出路。旭海观音片自然保留区是真侪介意爬山的人小钱要去的所在，伊的地理范围。一面挖海，一面靠山，景观特殊，生态嘛真丰富。罕见的白色鸟、保育类的台湾山羊，拢捌伫遮出现过。人文历史的方面，出名的阿龙伊古道嘛伫咧保留区的范围内，是真侪原住民族永过生活的所在。屏东县府今年发布旭海观音片自然保留区，甲旭海部落资源共同管理机制要点，要甲部落做伙管理这个区域。这个部落共管机制在台湾还是第一次，由行政单位跟部落跟公所搭起这样的平台。毕竟在保留区里面，我们部落族人的土地，还有100多笔在里面。当然是我们在开发这一块在保留区这一块，希望有更多我们部落族人的参与的空间了。为了尊重在地部落的传统领域甲自主的地位。屏东县府甲部落合作，做伙管理自然保留区，会无定期开会，望结合更较侪部落的意见，提供保留区上界需要的帮助，兼顾环境、文化甲在地发展。因为坦白说，独立管理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量必须要县政府来辅导指导我们的关于有关以后要进出登记
申请登记进出阿朗壹的这个部分，由我们社区公所跟县政府来一起共同来管理。在地部落希望伫咧无破坏环境的条件之下，发展观光，促进地方的发展。所以县府嘛规划要改善医疗、教育等等的品质，希望甲基础建设准备就绪了后，发展社区生态甲部落的旅游行程，提高旭海地区的观光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台湾族传统织布的工艺师柯春美。今年，和文化部来做人间国宝，伊坚持台湾族上界传统的织法，最近有出一本册，要传承技艺，嘛要向众人分享台湾族的文化。整理一条一条的线，是台湾传统织布重要的一步。古早人搁特别编一首歌。只要会晓唱歌，就唔惊袂记哩安怎照步来织布。即马若唱歌、若织布的这位女士，就是屏东来自织布的工艺师卢美阳巴索克柯春美。伊今年和文化部列作是人间国宝，即马搁整理部落的织布的技术甲图文，出版做册。40多种的那个织纹，是把台湾族讲的故事。是表现在织纹上的字。今天出了这一本书，它真的把这个排湾族的织布文化，还有古谣还有相关的这一些，它整个用口述把它记录下来。来自古老部落的柯春美是怎么弄，也就是台湾传统织布这项重要技术的保存者。伊唔那坚持使用地基来织布，佮出版做册，内底有教众人传统织布的基本知识，佮记录40种织布的方法。用族语写出名词，用中文甲详细动作图来解说。透过传统织布的教学，也通理解台湾丰富的文化故事甲部落的规则。我是希望可以看的做依据来学习、来传承。这从书里面就可以织出我们传统的织纹。柯春美也时常开课程，亲身教课，推动台湾传统织布的技术。伊也望透过这寡课程和出册，让大家对台湾的文化更加了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起位高头果，大家拢会想讲这是进口的水果，制作圆圆。也毋过乡亲敢知影讲，伫仁爱乡的万丰村有农民廖金池，已经是种高头果已经种10多冬。伊用老辈留落来的树桩种出爱心形的高头果，而且是有机生产，互人学到讲种出来比进口的也更较好食。这粒高头果看起来甲一般真无相共，那外形是一粒爱心，而且佮重到300多公克，是一般高头果的2倍以上。其实这是农民廖金池所栽培出的变种。它的砧木是原生猕猴桃，高山的原生猕猴桃，它这个因为会变异嘛，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大概接近3成。廖金池栽培高山高头果已经10多年，因为长期坚持有机生产，产量甲收入拢比袂过传统的生产方式。这几年无意中用老辈留落来高头果树桩，种出无同的高头果变种。那甜度悬，食起来香个绵，是连进口拢食袂到气味。那我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果树啊，搭配我们的蔬菜出去的时候，让我们的菜能够更丰富。我一开始就是我所有的东西就是用纯有机的方式来管理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形状非常的特殊，有像是心形的，就是跟我们以往常常见到的是比较椭圆形的，非常的不一样。那消费者的询问度也蛮高的。那未来我们在推广上面呢，也会以这个特色去做行销与宣传。仁爱乡农会长期辅导农民种植高山高头果，今年佮协助市场行销，尤其栽培佮加爱心型的挂表。廖金池的高头果也成做推广的重点，望讲可以当拍开在地高头果的市场佮知名度。记者综合报道。啥物物件拢会使比赛，学校囡仔咧食营养午餐嘛有咧比赛。第4届的学校中昼顿比赛伫礼拜举行，评审来看这比赛队伍是按全国各地无同款所在来的，尾仔呢是台中市的中信国小摕到冠军。冠军得奖的队伍是
台中市中信国民小学。第4届台湾学校午餐比赛进入决赛，团队要兼顾营养甲好食，还有今年活动主题“食一嘴永续”世界菜单甲主食，最后台中市中信国小得到冠军。这种团队希望在有限的预算内底，将食材做成学生爱食料理，亲像在炒鸡肉内底，参别学生喜欢的酸影，还有味噌汤内底掺竹笋，搁较甘甜。一般在营养午餐里面，味噌汤最常加入的就是豆腐跟洋葱而已，不外乎是这2个。那我们当然就是纳入我们当地的食材，还有当月的一个食材竹笋的部分。那竹笋呢，加入我们味噌汤的一个美味，让小朋友呢能够接受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不变化更多的一个味噌汤的内容。比赛团队拢发挥创意，多连饭也用五谷饭或者是炒饭，都是希望用更加营养、更加好食。按过评审委员也提醒参赛团队，食品卫生在内，每一个煮食过程拢爱细致。平常的表现，在比赛的当下，因为时间的压迫，因为种种的压力，它会迫使你把一些坏习惯，或者是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就会在舞台上慌乱的呈现。这摆比赛作品的成本依照所在县市规定，亲像台中市是46块到47块，新北市是45块到55块。主办单位表示，无统一预算，目的是希望大家拢能关心各县市学生营养午餐预算无共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是大人喙齿较烂、较无法的。台北医学大学即马就引进 AR 加 VR 教室，互这学生囡仔会当模拟训练时段进行喙腔的照护，而且这机器嘛会替学生囡仔拍分数。装冷水覆盖过假牙。当一种 VR 装置，学生接到指示，准备要替视大人做喙腔的清洁，将空间感的教学，互学生会当更加会晓实物的操作。纸本教学的话，就比较像是纸上谈兵，但是如果有这些辅助的话，比较能够应用在未来去实习或是职场上。另外一套 AR 的扩增实境是直接应用在咧真实的教学情景，学生操作了，甲细部的部分放大来看了更加清楚。入喙齿时阵的力量、手势、方向，拢是评分的标准。利用导航系统同步的来刷牙的过程，在荧幕上来秀出，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刷牙。甚至呢，这套系统呢可以打分数，让我们知道你做的及不及格。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台湾65岁以上的视大人，10个人内面就一个有轻度以上的食吞的障碍。一般40岁了后，喙腔就会开始弱化。若是感觉讲食物件会去夹着，食饭的时阵一直落饭粒，甚至讲话无清楚，拢有可能是退化。喝茶的时候容易呛咳，还有舌的运动变得比较不灵活。例如说讲话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不清楚。北医大甲日本的口腔专家开视讯会议交流，专家提醒讲，视大人喙腔清洁若无彻底，或者是欠缺照护所引起的口腔衰弱症。上严重有可能引发吸入性的肺炎。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生态环境保育协会组成的保育校，8月初时有600只校成功出世，所以即马县府嘛按算要起校的保育馆。向大家绍介校的特色，是嘉义县保育校服务已经10年的嘉义县生态环境保育协会，16日布袋新田国小举办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吸引不少家长带囡仔来参加，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蛮有趣的，而且小孩子至少认识一个后，对，这是我觉得我这次来参加活动的意义，这样子。我觉得嘉义有很美丽的泥滩地，那刚才也看到很多黑面琵鹭，我想这样子一个生态系其实是嘉义人的宝藏，希望它可以以后有更多样性的生物在这个地方。活动结合学校甲一寡环保团体，用串关的方式，和民众哪算哪合适。嘉义县政府嘛表示，未来全国唯一的校生态保育馆会起伫咧这个所在。未来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域让不管在教育或者是在观光上，都可以让大家更重视后及相关的一些生物的一些生态。我们有这样的成果，那当然也显示我们整个不只是后，它是一个保育的里程碑，也是我们整个嘉义县生态保育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协会表示，目前保育的600只校栽，拢毋是人工保育，只是提供环境，互因自然生长。希望未来校保育馆起起来了后，
会替家己沿海的生态环境带来更较完整的研究甲保护。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100当前的10月17昨昏是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的日子，那18当前的10月17是咱国立台湾文学馆成立的日子。国立台湾文学馆即摆就举办活动，要带乡亲来感受这100年来咱台湾人争取思想自由的过程。伫迄个简单思想就会有罪的年代，台湾的民间艺人并无啥物自主权。这块乡村的自然民谣、思想机，记录咱对禁歌到自由创作的时代。这些歌曲台湾的诗词歌谣、文学，都是代表台湾文化嘛，台湾的精神嘛，那就来听。我的关庆就是要希望大文协的精神会当来继续来传落去。那今仔日阮的活动真多哦，那主要是拢是要纪念文化协会自由、平等、文明这个精神。庆祝文协伫咧100当前成立，2021年10月17，也是国立台湾文学馆满18岁的日子。文学馆专工办音乐会，带民众对民谣、古典音乐到流行歌，回忆这100当来台湾争取思想自由的点点滴滴。到台南市嘛，疫情后。就一寡活动，就想讲来行行看卖。因为我刚好在那边看那个现代舞的演出，就觉得这100周年的活动办得蛮有趣的。对下晡到下暗，文学馆外口也有文化市集、现代舞相关的表演，希望招众人斗阵来感受这100当来的文艺感动。记者阿明金、郑凯文台南报道。体大大车饼来看，咱台湾网球选手谢淑薇伫印地安全网球赛女子双打决赛，甲比利时的选手一组落尾拍赢，摕到伊生涯第30座女子双打的冠军，嘛摕到年终赛参赛资格。世界排名嘛提升，即嘛是又搁坐起哩女子双打球后的位。接下来看体育新闻，郑丽报道。一球发球正强，互对手回球出界。台湾网球一将谢淑薇甲比利时的梅滕斯搭配，摕到今年印地安全女子网球赛女双的冠军。今年印地安全网球赛受疫情影响，延正久才开始，也是今年最后一场积分清分的大赛。台湾比利时组合今年红土赛季开始合作，甚至温布顿摕到第1座冠军奖杯。印地安全是2个人合作的第8场比赛，这是谢淑薇个人第30座女双冠军，同时也收下今年年终赛门票，10倍晋升的世界排名，伊个会坐起哩球后的宝座。3、2、1，请揭幕！李全良伫咧天母球场为过身的总教练齐成明办85号球衫引退仪式，邀请真侪过去甲其中有关的棒球人士参加。不过伫咧棒纪念影片刚介绍2位球员出场时阵，开始落大雨。最近听到的都是希望说干脆这个是最好的理由嘛。但是我在想说，如果说连我都这个时候都退出的话，真的是。不过呢，因为是未配合拍假球，互人太受伤，齐成明经过这棒签表的黑暗时期，用伊特别的风格带队，真侪中职史上带过上侪球队的总教练，真侪伊带过球员拢讲，要传承其中的智慧甲精神。今年我们将以一个全新的方式引燃圣火。由台湾网球一哥罗汉坤甲东京奥运跆拳道铜牌的罗嘉玲最近点到110年全运会盛会，今年采用全新的虚拟人物新北女神动画，加圣杯造型的圣火台，用入电玩世界元素，展现特别的科技效果，为全运会开幕典礼创造全新的影音效果。这届全运会虽然无开放观众入场看比赛，严格安排几多项比赛直播，让大家看到选手精彩表现。另外，在丹麦举行的同游杯羽球团体对抗赛，台湾女子团体伫咧8强淘汰赛拄到中国，虽然全力拼，上尾也是0比3输球，连续3年拢伫咧8强就停落。记者综合报道。南美洲地理原生种的地壳树10年以上的老树皮，会使摕来做药材。这药材嘛是新向冠状病毒预防下的药的成分。
即阵因为全世界需要大量的预防车，树皮的需求量变真大，嘛出现欠树皮危机。助力中部新棉造皮厂过去一直予当地原住民麻埔制作摕来做作文甲药品，毋过这几年10年以上的树皮萃取的皂素是皮蛇、马拉利亚等重要疫苗的组织，还佫被广泛用伫食品、饮料甲矿业的发泡剂。即马就连对抗新冠病毒美国制药商诺瓦瓦克斯的疫苗亚瓦克 QS-21这款皂素分子做的组织来测验免疫反应。诺瓦瓦克斯计划未来2年会生产数十亿剂的新冠疫苗，提供予中低收入国家使用。即间伫马里兰州的制药厂会加做全球上大的新冠疫苗制造商之一。早伫10年前，皂素产品的市场需求就成长3倍，到每年3600吨以上规模。业者承认已经对造皮厂的永续生存产生未少的冲击。My estimates maybe 4 years ago was that we were heading towards the sustainability limit of cutting limbs. 这里上大皂素出口业者也是诺华瓦克斯主要原料供应商。沙布之王国际公司对路透社表示，有充足产品用满足2021年44亿剂疫苗所需要老手萃取的皂素，也为私人疫苗店提供新的原料供应未来需要。En pocos meses tuvimos que pasar de 30 kilos a más de 800 kilos y ahora este año tenemos que producir más de 3.000 kilos de precursor de ayudantes y aparentemente el próximo año tenemos que esa cantidad aumentarla bastante más. 伫美国麻州的生物技术公司阿根纳斯几年前开始停止卖树皮萃取的皂素，将精力放伫实验室培养皂素细胞。加州的新创公司实不解决，是伫实验室为正式开始的造化组织生产皂素分子 QS-21。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乌克兰的小机航空公司 SkyUp 替空服员的服装大改革。唔免阁穿管搭，唔免阁穿下属的套装。上班伫飞行机顶服务的时，会使穿裤、穿布鞋。长时间的飞行嘛，加较舒适。这嘛，互空服员对新的制服拢真满意。乌克兰品牌感觉色西装长裤，肩胛头白纱巾，脚穿白色的 Nike 运动鞋。乌克兰属于航空 SkyUp 的新制服，看起来真有精神，也改变过去真暗的写字、真的底裙，加宽带的形象，行起来舒适，互空服员真满意。В туфельках, конечно, красиво тоже, я не спорю, но ножки, конечно, чувствуют это все к концу полета, а ноги отекают. В кроссовках, конечно, ну, что вам сказать, классно, это максимально удоб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и у кого-то случится, да, там, приводнение, какая-то там эвакуация. Конечно, каблуками все-таки можно и повредить трап, вот, в юбке будет, ну, не сильно комфортно плавать, вот.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форма наша, она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в себя сочетала, да, и удобство. Якщо весь світ, всі модниці носять кросівки, то чому б це не могло статися в авіації? 这间航空公司对技术员的制服做研究，收集员工意见了后，决定废除过去保守的服装原则，改做实用加舒适做考虑，头毛也免白暗暗变起来对洗。新的制服会伫10月2日正式上路。未来男性空服员也以较轻薄的西装代替甲，配合黑色的运动鞋。 Выяснили то,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образ бортпроводницы очень романтичный, он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много физическ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ребята на борту, они также отвечают з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поэтому форм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комфортной в передвижении, и это было, наверное, 航空业的服装一向真古板，女性空服员显示身材套装、宽大鞋加围真高的装，这种规定虽然无舒适、无实用，有时阵佫会引起塑胶这性别问题，有缘互真侪业者看做这是必要的。不过这几年来也出现一寡务实的改革。英国威廉航空2019年宣布女空服员用无化妆穿长裤。日本上大航空日本航空去年取消女空服员穿底裙、宽大鞋规定。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来看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保护湿地减少车辆的噪音，维护水的品质拢做甲真好。嘛，互爱沙尼亚首都塔林选调2023年欧盟绿色首都。刷落来，这个城市又搁要替通拖
去受分公路，卖去自行车道，鼓励大家加骑脚踏车。这牛规定伫湿地散步，囡仔真欢喜，甲牛只互动，展现人类甲生态共生共存的精神。Right now we are in Paljassaare Nature Conservation Area, which is a Natura 2000 site, and here Highlander cattle helps us to restore the coastal meadows. 因为保护生态甲湿地，减少噪音污染，改善市区水质，互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得到欧盟绿色首都奖。这都市最近要打造13公里长的受分公路，伫进行到种花草，那安尼虫甲蜜蜂都免惊车来去去。The aim is to enlarge the possibilities to the pollinators and also attract people more to use the pollinator highway as a green corridor, which goes through 6th city district. 另外，塔林政府提出15分钟生活圈，希望所有市民为厝内底行路，或者是坐大众运输，只用15分钟，等有公共服务。都市已经伫2013年通过公投，所有涉及伫塔林市的居民用免费坐公车、电车甲火车，大众运输普遍成功提悬载客量，也互弱势族群免负担交通费用。You have to kind of take some space from them because if you don't take space, they won't change their routine. They will still drive. You have to have, and these changes are quite unpopular and difficult things to do. 塔林的下一步是要鼓励大家减少开车，透过脚踏车道提供安全方便的环境，逐渐改变民众的生活习惯。估算伫2017年，骑脚踏车的人口会达到11%。In short term, yes, we have to make investments and we have to spend some money, but if the result is the better, more greener, more livable city for everyone, then I think this is money worth spent. 透过改变经济、交通甲建设，打造永续都市，塔林也甲其他欧洲都市同款，设减碳目标，要伫2050年实现碳中和。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天气报你知，只是开始东北风减弱，温度会回升，水汽嘛减少。今仔吉人北海岸东半部会落地暂雨，不过要提醒乡亲，拜四下晡阁有方面会落南，所以到时北部、东北部会变天，又阁会变落雨，温度嘛会下降。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外岛是20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再起9点，咱再会。